各位街坊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行超市，貨架上面有好多睇落方便、平靚正嘅食物，其實全部都係慢性健康殺手。日日不知不覺食，添加劑、高鹽高糖、致癌物，慢慢積喺體內，唔會即刻肚痛，但係長年累月傷肝、傷腎、塞血管，搞亂腸胃。前幾日我屋企隔離嘅阿里伯，每日早餐香腸配鹽菜，下午飲茶有薯片、瓶裝果汁，持續咗10幾年。近排成日攰賴賴，手腳浮腫，血壓飆升，去體檢先至發現肝功能、血脂全部超晒標。醫生話佢日常買嘅超市加工食物踩中700個雷區，再唔計隨時出大問題。今日同大家詳細咁講超市嘅13個隱藏雷區，大家對照下自己平時買幾多，踩中3個以上，建議盡快去醫院做一次全身體檢。第一，超市盒裝嘅香腸、火腿、午餐肉、培根，世衛生組織早就已經將加工肉類列為1級致癌物。為咗保鮮、顏色好睇，大量加亞硝酸鹽，入到人體會生成亞硝胺，日食會大幅度咁提升腸道疾病風險，同時鹽分爆表，傷血管，加重腎臟負擔，好多家長成日買俾啲仔女當早餐。第二，散裝嘅醃菜、榨菜、腐乳、韓式泡菜，貨架一樽樽嘅醃菜發酵過程產生亞硝酸鹽，高鹽會腐蝕血管內壁，令到血管長斑塊，而且為咗延長存放，苯並芘致癌物質油脂同鹽分雙重超標。中老年血管本身就脆弱，經常食容易高血壓、心梗。第四，即食滷味、涼拌熟食，超市冷藏櫃涼拌雞腳、滷蛋、滷牛肉，為咗放幾日唔變質，多重防腐劑疊加，好多商鋪存放溫度都唔達標，細菌滋生，添加劑堆積傷腸胃。第五，廉價速凍肉丸、魚豆腐、蟹柳，唔係真肉，大部分都係澱粉、植物油、添加劑、色素勾兌，反式脂肪超多，食多咗血脂飆升，血管容易堵塞。第六，彩色嘅 QQ 糖、果凍、包裝軟糖，五顏六色，全舊人工色素、阿斯巴甜、人工甜味劑，長期食會擾亂腸道菌群，細路仔食多咗注意力差，大人經常食容易失眠、偏頭痛。第七，袋裝嘅薯片、蝦條、油炸嘅小食，高溫油炸產生丙烯酰胺，屬於2A 類致癌物，油脂反覆使用，反式脂肪超標，一包薯片含鹽量接近成人一日標準，越食越口渴、水腫。第八，瓶裝果汁、功能性甜飲料、奶茶沖劑，寫住水果飲品，其實果汁含量極低，大半都係白砂糖、人工香精、防腐劑、丙甲酸鈉，搭配維 C 會產生有害物質，日日飲誘發糖尿病、脂肪肝㗎。第九，桶裝嘅即食麵、自熱火鍋、速食拌飯、調味包含鹽量直至超標3倍以上，油包係精煉加工植物油，多重增味劑，長期當正餐，腸胃發炎、代謝混亂。第十，
超市預設嘅包裝蔬菜，即食沙律，切好嘅菜失去咗外皮保護，容易滋生細菌。商家會噴防腐劑嚟保鮮鎖水，殘留化學物睇落乾淨，實質暗藏隱瞞嘅。第一，雪白嘅蓮藕，無根嘅催熟豆芽。過於白淨嘅蓮藕經過漂白藥劑浸泡，無根豆芽係靠激素催出嚟嘅，今日打聽日就賣，長期食會加重內臟嘅代謝壓力。13. 速凍甜點心，比如奶黃包、流沙包、榴蓮酥，餡料大量係人造嘅奶油、白砂糖、氫化油，反式脂肪豐富，標榜早餐健康，實質每日食容易肥胖，膽固醇超標。13. 貨架長期存放散裝餅乾、曲奇，為咗延長保質期，添加抗氧化劑、起酥油、油脂，氧化後產生嘅有害物質，中老年人脾胃虛弱，食多咗肚脹、消化不良㗎。大家對照下，如果你經常買以上3類以上長期食用嘅，出現以下嘅症狀，一定要快啲去醫院做個全身體檢啊！第一，日日覺得好攰，攰賴賴，腳都冇力，早上起身仲有惡心，胃口差，唔想食嘢，代表肝臟負擔太重啦。第二，手腳經常浮腫，夜尿仲多，係腎臟受損嘅信號嚟㗎。第三，經常頭痛、口乾、血壓一陣高一陣低，血管已經受損啦，好容易堵塞㗎。第四，長期便秘，反反复复嘅胃痛，仲容易腹瀉，腸道菌群徹底混亂咗。體檢重點檢查肝功能、腎功能、血脂、血壓，腸胃基礎篩查，早發現早調理，唔好等到重病之後先至嚟後悔啊！日常超市選購備慳法：第一，先揀原材料，少買二次加工包裝嘅食品；二，買包裝食物一定要睇配料表，添加劑超過5項嘅盡量唔好買；第三，醃製加工肉，改為新鮮瘦肉、魚蝦，每週最多食1次；第四，飲品全部換成純水、自家鮮榨嘅少量果汁，戒咗啲瓶裝嘅甜品啦、甜飲料啦，全部都係添加劑嚟㗎。好啦，今日講嘅13個超市隱形殺手，大家平時中咗幾多樣呢？評論區下邊講出你最常買嘅係邊款加工食品，記得點個讚、收藏、轉發俾屋企長輩同埋朋友。鍾意行超市嘅人唔好亂買啦，守住飲食嘅健康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